寡人总是听月儿说长道短，但从未听你提过父王。父王待月儿再好不过了。儿时，我常到父王的大殿里去玩。父王要是批奏章批累了，他就会背着我在大殿里转悠。来吧，小老虎，寡人陪你做回大老虎。小老虎，可是有点分量哦。嘿，大老虎快跑！这么多后宫女子，只有你能得到大王如此追求。诸位将士，我问你们，你们为何从军？当兵吃粮领饷，在秦国当兵有前途。当兵吃粮领饷，在秦国当兵有前途。魏冉将军，你不必带他们回答。听声音，明明都是口不对心。你们为什么要造反？让你还位于大王，请回干相，与诸公子罢兵。朕当者，就真的有违天意？银华、甘茂等人的主张，就真的这么受人拥戴吗？你们当初当兵，必定不是为了造反。你们沙场浴血，卧冰尝雪，千里奔波，赴汤蹈火，为的不仅仅是效忠君王，保家卫国，更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，让自己在沙场上挣来的功劳能够印及家人，为了让自己能够建功立业，人前显贵，是也不是？今日站在这里，都是大清。啊，对，外臣杜景拜见义渠王。上令。会后说1万金先奉上3000金500卷，余下的等芈八子进了咸阳以后再行奉上。快，这是5个城池的印玺和地图，请义渠王查收。这人贩？哼，什么人贩？你们答应的5000车粮食、1000匹绢，还有1万金，怎么眼下就这么点东西？我大秦一诺千金，怎会赖你东西？你们秦人向来诡计多端，说一套做一套。那大王说该怎么好啊？这生意我不做了，滚，送客。是。哎，大王，走吧。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大王，要不这样，由我们的人押送人犯，到了咸阳城之后，等会后把承诺我们的粮食和金银全部给了我们，我们再把人给他。好主意，就这么定了。我亲自带人过去，把会后说的东西运回来。这恐怕……怎么不肯啊？我告诉你，等着跟我做生意的人多了去了，眼下就有比你们会后出的价钱高得多的。好，就照义渠王说的做。不过义渠的兵马进城不能太多，免得误会，千万不要引起兵乱。那是自然。杜将军，这次你亲自把芈月押送进咸阳城，会后定有重赏吧？会后待下人一向慷慨啊！当日我将芈月押至燕国做质子，回到大德感激不尽，自当重谢。
公主把苏秦当成何人呢？苏公子救我于水火，梦莹无以为报。苏秦和义后乃是道义之交，苏秦只求惺惺相惜。现在看来，义后也不能免俗啊。苏公子洁身自好，梦莹知道，这点财物在公子眼中实在是一文不值。义后若真想谢苏秦，只把苏秦当做一个故友吧。至于这些财宝，在下不会接受。梦莹愚钝，既羞辱了公子，又羞辱了自己，还望公子见谅。哎，义后不必过分自责。在下失礼了。咦，这是什么呀？要鸟，要鸟。我喜欢鸟。今儿要小黄鸟，交给娘亲贝凯风。继儿要是忘了的话，葵婆婆帮继儿背吧。哎，会不会啊，吉儿？海风自拿，吹比奇些。背得好，大王。吉儿。吉儿可知道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吗？知道。说说看。娘亲辛苦。说得好。想联手伐秦，真是恩将仇报，让大王恨不得立即出兵讨伐。夫人，母亲说什么了？那大监收了明珠之后，说天色已晚，要休息了。他收了东西，不该如此啊！你爸从进门到出门，他说的每个字都说来给我听听。他说，夫人和他都是大王的人，伺候好大王，让大王高兴是本分，彼此关照应当的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不对，一定还有。他还说，他还说大王因公孙衍挂印出走，恨不得马上征讨魏国。奴婢只记得这些了。夫人，大监是说，大王有意攻打魏国。那话大约就是这样。你下去吧。是。母亲，你这个眼神。夫人，樊朝使来了。见过魏夫人。樊长使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姐姐姐姐，大胆芈月，你既侍寝受大王宠爱，就该按规矩给王后行大礼才是。不必了，他如今身份不同以往，用不着对我行这么大的礼。姐姐话里话外，这是在怪我。我哪能怪得你？在宫中能够承做大王辇教的，你是第一人。你若在我面前多礼，岂不是折煞我？姐姐不仅怪我，而且意气用事。姐姐，能否听妹妹辩解两句？那日，魏夫人把小冉抓走，要施宫刑，妹妹四处告救无门，只好拿着梦莹的令符去找大王。姐姐知道妹妹一无所有，我只是想用自己的命去换小冉的命罢了。更何况我虽主动侍寝，但大王知道了我的苦楚，
与我只是同屋而眠，并非同榻。你说什么？你与大王并非同榻共枕？是。玳瑁姑姑，你好大胆！玉儿是我妹妹，她受了这等委屈，你竟然隐瞒于我，害得她不得不违心去找大王求情，你是何居心？王后自己也有难处，你少狡辩！我与月儿同气连枝，他们害月儿就是在害我，这事还不都怪你？姐姐，那日我也不想牵连姐姐的。好了，妹妹，你过来。是寝后第一次觐见王后，像这些凤钗啊、玉镯啊，还有玉佩，应该多带几只，也能显出大王对你的厚爱。这些东西一概不要，除了发饰必须按照规矩，其他的仍是平常装束就好。王后有何不适？婉儿在踢我。别看小公子在王后肚子里人不大，脾气还不小呢。当年威后怀王后的时候，王后在威后肚子里可乖巧了。威后命人把宫里头摆满了鲜花跟果子，还把寝宫里所有硬的地方都用芦絮给包起来。王后出生后不仅漂亮，性子也柔顺。眼下谁来给我摆鲜花水果？谁又来包起这宫里的芦絮？难怪王儿心里郁闷。王后放宽心，我把给小公子做的衣裳先收起来。王后，芈月来了。她定是得了大王的许可，特意来看我的。王后，这种人应该立马轰他出去，该给他些颜色看看了。就算我心里怪他，也当忍一忍。王后这是何苦啊？毕竟她是我的应妾，如今在这宫里，我们最大的冤家对头是魏夫人。大王心宠芈月，只有她能够跟魏夫人抗衡。难道你要我把她推到魏夫人那儿去吗？宣她进来。是。